以为你敢有13岁就介意食零食？无，伊上课食这。我上介意食红菜头。知影所有员敢会晓烤？所有员不但会晓烤，佫会晓煮，佫会晓食，因为伊想土。我土啊，兔兔爱吃红萝卜。咁你是因为自18岁就晓靠车？因为我煮是拢安煮啦，咱爱一撮仔水来焖，无欠芳啦，无红迄个红萝卜蛋是也毋免迄落啦，免欠芳啦。咸正有当时啊，拢炖两个，我就先加了。但免淋面酥粉来，这甜啊，红菜头啊甜就毋免搁淋。所以爱焖一困啊，才会软。好，再来咱就下蛋哈。落卵吼，毋免真大啦，我惊真大会炒会大，我就会使起鼎。我们现在先爆香，我们的主角红萝卜要下来喽。菜头刚刚好像挺快的。很快乐啊，然后要加一些水，先把它焖一下，让红萝卜变软。好哦，那我们红萝卜先来起锅，放一些油。我们现在来炒蛋，我会在那个蛋啊里面啊多加一点点的酱油，这样子的话会比较有味道。那个火好像太大了哦。然后我们就先把蛋，我们把它打散。打散差不多之后啊，我们就可以把刚才的红萝卜放下去一起炒。等一下就把它炒干就可以了。有一点炒灰渣的味道。哎，我刚才好像忘记加盐了，加一下，不是盐吗？好了，可以吃了哦。闻一下。英雄功德，你都唔知这像菜，你都唔知这像菜吼。系啊。诶，我感觉这较甜哦。这刀片，爱刀片，爱刀片。哈。当这个，我当这个就没有。我这个靠自己。这个打啦。喏，食了吼。你感觉就是个？找人的味道。啊。我感觉这个好。阿姨，多谢。你是咪想要跳去遐？欢迎大家来参加张四处红菜头仔节，赞！下次对，煮3飞机。咱两个哪来吃？因为咱是当时的红菜头啊，因为当时的土地足好的，所以咱是吃。为什么咱是红菜头？因为咱一出世就是红菜头啊。听讲咱的红菜头真好呢，佫会飞上天呢。为什么？因为咱会使加做红菜头仔食，飞伫咧新武航空公司馆顶做红菜头仔食。哦，咱请假佫会当飞上天啊！对啊。3月初4，国际红菜头节伫当时。来参加的朋友，当时公所送彩色红菜头，佮有福气芳布袋哦。What is it? 红银链。Excuse me? 红银链。Pardon? 红银链。It's good drink? 你啉看卖嘛 ？Okay. Very good. 这张的个。这果都我签嘛签了啦。哦，这张嘛 A 啊。哦。这张嘛 A 啊。咱两个哪来吃？因为咱是当时的。听无？对吗？拢种大块，4-5分地啦。4-5角。哦，阿姨，你哪较高？你无3秒钟，你就翻3条。这是什么？恁红菜头拢爱食什么色的？就是放假的。哈。那个
你煮什么料理？三分啦，爱炒茶糜啦，啊，安尼尔啦。哦，阿春姨啊，你的迄手的红菜头都最熟的呢。一个乖囝，老是个中吼。要征婚了，网易现在公开征婚。 35岁咯你35岁，啊，娶某生囝咯。哦，娶某啊，你讲来我当做25岁尔。因为咱会使改做啊。What is it？ 3月初4国际红菜头节在当时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 3月4号国际红萝卜节就在东市，欢迎大家来参加哦！欢迎哦！欢迎。我的面哪会变做红的？我的面哪变做黄的？